台南市立病院伫个摩连瑞副总裁的带领，对2006年成立肝癌节专科的团队，对社区肝病卫教、肝炎治疗甲肝癌的筛检，提供患者全方位的治疗，并且首创一站式的肝癌检查，针对疑似肝癌的初次就诊的患者，当天就会用完成肝癌的生化血清甲腹部超音波的检查。大大减少患者等待治疗的时间，因此，伫2015到2017年，早期肝癌5档的存活率，不但比全国非医学中心的平均更加高，更加超越全国医学中心的平均。我想，我们台南市立医院，早期肝癌的存活率能够有今天这样好的成果，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整个肝癌的多专科团队。我们平常致力于社区的肝癌的筛检，也积极的治疗慢性的病毒性肝炎。另外我们也付出心力在提供我们患者所谓的一站式的肝癌筛检，提供患者就医的便利性，让他们减少他们的医疗花费。另外来讲，我们也配合着各管师定期追踪，积极鼓励我们的肝癌的患者回诊，接受治疗。所以说，种种我们努力的成果，才能够达成我们5年存活率高于医学中心的水准。市立病院郭明正医师提醒，因为肝是沉默的器官，慢性肝病患者大多数拢是无症状，一直到病情严重，才会有肝硬化、腹痠、肝昏迷等症状，因此呼吁民众唔定米时间的带源爱定期来检查，有家族史嘛爱特别注意。因为肝本身它没有神经啊，它没有神经，所以说不容易发觉说你有肝炎。所以说第一个，当然如果你本身是已知是 VC 肝的高危险群，或者是有肝硬化患者。当然要定期接受所谓的抽血跟超音波的检查。当然来讲，如果你说完全不知道的话，我们也欢迎你。如果说有家族史或是怎样，或是你想了解一下自己肝脏的状况的话，你也可以来我们市医的肠胃科门诊。我们会帮你安排一些血清学上的检测，会提供你一些到底你有没有所谓的慢性肝炎，有没有所谓病毒性肝炎的这样的资讯。台南市立病院深金社区举办大规模的肝炎免费的筛检，以及配合卫福部时间的清零计划，完整的服务更加得到国家品质标章 SNQ 的认证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